这是麻豆的老菜市。咱今日来食麻豆阿做碗粿，嘿哦，个椰肉羹。生意做好呢？生意做好个啊。啥这站生意特别好吗？因为这站后拄中秋节到啊，所以这站是麻豆咧出产，所以外来游客也加足济。来买油啊吗？来买买油啊，买油啊拢有。哦，安尼哦。嘿，了顺续啦，做啊，才食一碗粿。嘿。麻豆有真侪碗粿，观光客上介知就是伫交流道边仔的兰啊碗粿。菜市仔内底即间做啊碗粿伫在地嘛真出名。这里的，这哦。这位是做啊的第4个后生，伊应该是算第2代啊。咱这位美食家，这位是牛乳妹食食通江明峰先生，伊伫台南开一间钟表行。任何安怎好食？真材实料真香，食碗粿真软 Q。对，我只要来麻豆，我一定来做食碗粿。哦。一定哟，永远一定。8倍哦。这是由前馆长苏焕智先生所颁发的一张100年老店的证书。好，安尼你知影老店是第一间啊？吼。